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每人每日起身一定要去梳洗，一定會望下塊鏡，睇下你個樣係點樣，要整理嘅儀容啊嘛。其實我哋人生呢，亦需要6塊鏡。呢6塊鏡呢，可以整理我哋嘅人生各種嘅情況嘅。邊6塊呢？同大家逐一講下啦。第一塊鏡呢，係望遠鏡，因為登高先至能夠望遠啊嘛。杜甫講過：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。當你站得高，你就睇得遠，你就覺得啲山係好渺小，人會自然而然產生萬丈豪情，剎那之間就有前進嘅動力噶啦。一個人站得高，先至能夠睇得遠，睇得遠先知道未來嘅條路到底應該點樣走。一個有望遠鏡嘅人呢，有着永遠唔會低沉嘅熱情，有着撥開雲霧見青天嘅能力，有着規劃未來嘅心智嘅，所以我哋需要望遠鏡啦。第二個鏡呢，就係放大鏡，係放大你嘅胸懷。俗語講得好啦，能容人才能聚人，能聚人才能成事啊嘛。一個人如果係樣樣都斤斤計較嘅，咁有冇人願意喺佢身邊？一個孤寡寡人，佢單槍匹馬又點能夠闖到天下呢？所以我哋需要個放大鏡去放大我哋嘅胸懷啦。第三個鏡呢，就係墨鏡噃。人生需要個墨鏡，點解啊？進可以體探人世，退可以隱藏你自己啊。睇世間嘅爭吵紛擾，熙熙攘攘，你來你往，如果冇一個足夠淡然嘅心呢，好容易俾世事嘅種瑣碎令到你永無寧日噶。當你有副墨鏡，幾刺眼嘅嘢呢都會變咗暗淡落嚟，再睇唔慣嘅嘢呢亦會俾佢中和咗嘅。呢個就墨鏡嘅意義啦，將刺目嘅灼熱嘅現實嘅世界加一重隔離罩。人生在世呢，心底無塵無垢，純真如初，自然係好事啦。但係難免會有人加以利用，借機陷害噶。所以我哋必須要適當咁蘊藏自己嘅真實想法，以免俾人可以有機可乘啊嘛。率真坦蕩呢，自然係好事，只係防人之心不可無啊。墨鏡係一份恰到好處嘅遮掩，可以令我哋遠離唔少麻煩噶。第四個鏡呢，就係顯微鏡。人生呢，需要一副顯微鏡，咁樣我哋先可以睇到細節，睇得好先至能夠做得好細節噶嘛。天下難事我哋必做於易，天下大事必做於細啊。當我哋注重細節，學會去認真對待，將平凡嘅事情做好呢，咁就係不平凡噶啦。將小事情匯集一齊，呢個就係大事嚟噶啦。所以顯微鏡可以幫到我哋噶。第五個呢，就係哈哈鏡。鄭板橋講過，難得糊塗啊。人生清醒唔係難，難得嘅係糊塗。糊塗同唔明事理嘅真糊塗係唔同嘅噃，係相反嘅噃。呢個難得糊塗嘅糊塗呢，係人生大徹大悟之後寧靜心態嘅寫照嚟嘅。活得糊塗嘅人容易幸福噶，活得清醒嘅人容易煩惱噶。清醒嘅人睇得太真切，太認真，所以咁多煩惱咯。但係糊塗嘅人計較得少，咁就覓得人生嘅大滋味啦。太清醒嘅人注定活得好辛苦噶，因為佢總係睇唔慣，總係放唔得低，苦苦掙扎。但係糊裏糊塗嘅人呢，反而可以瀟瀟灑灑咁走一回。但係當然，該糊塗嘅時候我哋可以糊塗，但係要明白嘅時候呢，我哋唔可以裝作糊塗噶。最後嗰面鏡呢，係平面鏡。嗰陣時候我哋睇山係山，睇水係水，呢個係一種洞察世時候嘅返璞歸真。
人生嘅經驗積累到某一個程度呢，不斷咁反省，對世事對自己嘅追求有咗一個清澈嘅認識，你會了解到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呢？知道自己追求嘅係乜嘢嘢，要放棄嘅係乜嘢嘢，咁就唔再需要通過望遠鏡、放大鏡、哈哈鏡、顯微鏡、墨鏡去睇呢個世界，坦然接受佢嘅原貌啦。人本是人，不必刻意去做人；世本是世，無需精心咁去處世噶。當你明白咗呢一點呢，人就獲得自然同埋本真啦，瀟灑同埋寧靜。咁你話幾好呢？多謝你哋收聽。